因为头拄啊伫咧第6车厢找到一具新的遗体，检察官暂时甲死亡人数增加1人，加强51人。罹难者身份要等待家属来确认。罹难者家属的心痛甲唔甘，敢若会当靠时间来恢复。 就伫工程人员无用伫咧修理铁轨路完成第1节和第2节车厢吊挂作业的时阵，伫咧殡仪馆拄则甲罹难者指认衰的家属心情也真激动。我的小孩的脚整个都断掉，对他们就是被那一些东西压住了。 然后我有试图要把他们拉出来，可是没办法。想起伫咧第8节车厢，亲目睭看到翁婿和囡仔受难过往的情景，将小姐哪讲熬哪甜。代替73天来上严重的败马事故，高达至少50人不幸罹难。第一时间赶去现场救援，也斗协助检察官分类伤者和心死的吴医师，也真感慨。支离破碎。 好，所有的这种是瞬间挤压造成的。能够知道那块骨头是在哪个部位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拼回去，尽量让它完整，是我们的坚持。现场总指挥官如秀端表示，会继续比对 DNA， 望罹难者量早得到安慰。记者阿明真正派文华联报道。